美国圣地亚哥单子，想当年太平洋战争结束，美国海军从埃个地方上岸，为待屋里南女来塞，法国认得法认得，法国是啥人的家族？格兰子水乡面孔，胜利之门颠覆，随此出笼。圣地亚哥那是美国的发源地，生物主要世界第一，海军力量世界第一，而且比第二名的第10名的中国还结棍。3线战争的辰光，伟大令人满足的，像春汤下面，侬台湾一旦解放脱子，少年晓得美帝国专辑，但是侬个第7舰队嘛，台湾海角里向一晃，解放台湾的事体随此告吹。看看摩托艇爱海战，辣海第7舰队的边浪向乘风破浪，啥个军事重地、进驻适应，搿种巨头巨难的事体，根本不是一个猜，埃个就是实力打得来个底气。这样一战争，我突然之间想到一个问题：埃个地方随便啥人海来，谁是台湾人发海来？想想冤枉日子，也不是美国人东莞海事，你到来这从苏城好日里爬出来的，退休工资3000，发怒白发怒。